RVN 历史时代那罗些个点数，tim个点嘛，阿爸没真在不，阿就是得可花。人家可说么可内挂比，在这这嘛只，你是那么是拍人家咯。人家是拍你挂，我那么是些图呀，嘛可图古图，第次挂比，古次挂吃嘛什么？耶稣里一话的，我里努话的，对对别个人，对挂一查数提布，嘛是泰里，为啥关呀？谁就话人家里，多拉嘛努话忙我别咯。去年过个年，耶稣那比特币、雅各币有哈代理，我过我只过后头几时，一年一万票太过，一票不了咯，一不吃呢。比如李家是阿克发咯，明年过没查数阿妈咪，我们要处理过吃嘛巴拉。伊利亚比摩西米伊瓦的摩格拉斯，耶稣阿比沙推的花咯，比推的耶稣的马跑，推过第二年罗比尔家咯，我努瓦比尔，伊比提马，摩西比尔提马，伊利亚比尔提马，写字嘞白咯，伊推了白嘛呢，伊瓦那阿克就历史比推呢，阿是。别年咯，马斯克里亚马阿咯，我里呢木古提古苏拉斯，伊瓦的查里亚呢木古瓜比塞提马多拉斯，去马尼亚我尼努马阿比阿咯，努瓦伊的那别咯，伊瓦查比做罗瓜罗尼亚，耶稣伊提罗里马阿尼亚努贝阿马德米马莫，我只瓜比伊瓦伊拉特，耶稣里拉索阿比是瓜比马塞伊拉塔波，努瓦木卡马。阿妈带米他别个比图瓦个咯，阿们干嘛呀？为啥有多许多瓜比个咯？你干嘛是写图瓜？是把耶稣呀一票不了嘛？是写图只得路路木干嘛名啊咯？你是写图瓜比弄话的，米那瓜抓嘛？阿是的是呀，为啥的木那么路的嘎他掉了比路都加那么名啊咯？为啥的嘛木那么比路的差掉嘛呢？最比一的嘛加嘛就你啊咯？路就你面是呀，拉手面是里木啊嘛大嘛的，路木啊大嘛名啊咯？是写图瓜。这年面吃抓嘛呢？阿巴拉哈阿罗，阿巴拉哈呢？为啥里夸嘛的？手里干呢一呢？为啥别个的付出是呢？为啥里几百嘛瓜加嘛名阿罗？图里比阿巴拉哈呢？为啥的加嘛真人瓜比？为啥里的啊口吃加嘛木瓜吃？为啥里的胡加嘛名阿罗？若就是把耶稣就是爱米，若米呢拉说的呀口吃那嘛不呢？一呢为啥比吃阿嘛的？你呢若的嘛个拉嘛名阿罗？就是把耶稣基督比提瓦加学的天尼抓的路呀，木瓜瓜一瓜吃两个比人家是些头瓜比农话的马克点嘛名啊喽。就是把耶稣基督一票不了嘛的马干嘛呀，木尼扎手不里别打嘛里比，就是把耶稣基督呢啥都没得多做事呢，来不得多瓜，是是呢啥一干呢，谁拉嘛觉得人家是些头瓜比马克拉嘛啊喽。就是把耶稣基督呢，来不得都照顾过，加那么比农话的爱米，可点嘛名啊喽。来不得都照顾呢，啥都没得，可去装爱米，就是把耶稣基督你啥嘛就啊喽。若是把耶稣的话对嘞。在这只是呢，阿米亚吃瓦库的伊嘞，罗尼啥都没得，多做拉嘛只特，你妈妈别里，来不得都照顾过，扎是呢，就是把耶稣基督里格拉嘛，什么呀，啥么嘛，照顾过，吉那嘛比，农话的是把耶稣基督里苦点嘛名啊喽，为啥的话对伊嘞，阿天爱米为啥比提瓦扎许对伊嘞，是把耶稣基督的罗尼嘛过，第二对个对伊嘞，那罗克格拉索阿基斯的阿克夏姆啊。